坐旋滑轮应该1个小时可以搞定。啊，hello， 哎，这个，来，宝宝，花姐穿新衣服啊！我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你穿这种颜色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好久以前的衣服，它现在那你跳舞的时候没看到你穿的那个？妈妈下班的时候，所以学校你不用带嘛。你都幼儿园的嘛？哎呀，不是太早了，夹的都有点重嘛，6斤多，6斤多，6斤5两吧。因为4斤啊，还有哇，小好多啊，是不是？轻很多。我们楼上有一个小狗美，只有4斤5两，4斤3两。那个狗狗哇，好轻。它这2天把那个毛毛剪了，然后就很瘦那种。但只有4斤多啊！他养了几年了？2年吗？你说？几年了？洞口之心，让心在人上摘。人口中怒了，你是很小的，2个月就小狗嘛，刚刚小狗，我们都5岁了，它以后会长大的。你看我的绳子，啊，到底是2个吗？有2个狗吗？对啊，那以后就是2个，你说2个月吗？2岁，我以为你说2个月准备跳了，8点钟了，8点正了。哎，对你抱久了之后就有点重，是吧？我们这个6斤5两到6斤7。看了酒喝酒，咱们宵个夜，好不好？2岁，男的，公狗，小公狗啊。我这周边不是。它的智人长这么大呀，它智人长这样。好臭！来，你抱住我抱吧。对，你抱住了啊，你走。
团队的，小倩他们团队的。小倩他们团队有30多个人，不知道有。他进去。多钱取真，这小朋友叫多钱取真，他妈妈叫三福美卓，他主要是卖三福的，就叫美卓。前面加了2个字，都很近，都住在旁边的。哇，杰米肯定也是给永吉的，是不是 ？Hello， 给永吉的吧？哇，你是这10啊，这2个。你直接说打字给谁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这边可以看得到。这谁啊？应该有拥挤是跑不掉的。以前那次你送了3次，连续送了3天。大小棉袄嘛，哦，就是他们2个嘛。好的。那明天，我说他们明天这2天应该都在吧？前2天我问他们，就上个月吧，是4月份，他们忙工作嘛。这样说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是的，谢谢。本来今天我本来给他送的，我说那边发电那边1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嘛。然后我问那个卖水果的，他说他没问题啊，反正发电那边1个小时
做艺术嘛是可以，那你像手山手机有恼火，一个是没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永吉也说暂时不用，他都没准备好，因为他晚上回去要打车的去。我估计明天吧，明后天吧，就这2天吧。五一也不知道，五一这个假期也不知道去哪个地方，都是下雨的地方。西老那边罗马那边的票肯定在罗马呀，他不会在这儿来。是瑞瑞的妹妹楠楠，这蓉蓉，这个是瑞瑞的妹妹，戴眼镜的那个。哎，这个出来。是楠楠，就是绿绿，是小罗带中，尤其秀儿。
12号送的，不知道是后面有送了吗？后面有那个了吗？哦。4月24啊，哦，好的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对，那个配本我没看呢，这段时间我都没进去看，稍等，然后回去看一下啊。16号出了一次，24号哦，你去查一下，等一下。
你好啊，你好，你是多吉拉姆啊，你好，啊，终于来了啊！对，我今天才来的。啊，对啊。您给我发的就是。对啊，你经常来嘛，反正人这么多，跳一跳就熟悉了。我。对啊，经常。我很少来。对啊。挺可爱的它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你是买的？买的，200多块钱。200-300块钱？3000左右。哦，3000块钱。好可爱，它叫什么名字？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国美啊。国美。欢，我不是发视频了吗？对，你过来玩嘛。你跳一跳，你跳舞吗？跳一跳吗？我也跳啊，没事吧？都在。你经常来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要不是我有时间的，但是我不怎么来。没事，好近嘛，对不对？你这边过来就是300-400米吧，应该，就是最多1公里吧。玉林那。对啊，很近。很近的。对，今天好了，这边那个兰州那边也来了，那个就是瑞他们那个，他们那个他爸妈一家人都来了。哦。就在旁边。今天该我排班，因为我们是排班嘛，有时候。今天玩2天了，在外面玩1天了。对，好多人跳舞吧，啊。还有第2圈，叫多吉拉姆。我脚不好高哦，我觉得有1.7米哦。他来的比较少，然后他抖音上粉丝很多。没啥拍的。啊？没啥拍的。哦，我是全程拍的。有新人的嘛，有男的、瑞的，也不是全家的一些。那个我一些。就是拍那种啊，这面不是有吗？勇气那些吗？他带着海南，我就。进来跟他说一下吧。哦。我经常拍，有哈达我就很少拍。哦。哈达带着哈达不好看。哦。这个又来了。还有2个没来呢。还有那个小朋友。还有没来的多啊。5一放假了嘛？对啊，这个就要取证，这天取证是谁家的？他们谁家的？他妈妈应该在第2圈，哦，在外面他没跳，没跳。哦，你妈妈跳了吗？你妈妈也在跳吗？哦，有可能在第2圈。看一下，有可能在跳，这人太多了。啊！瑞瑞的妹妹。哦。啊，对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了。那他妈妈是卖3伏的，有个你认得，我跟你说，有个你认识吧？这个3伏贵州卖3伏的。结了婚的丈夫，我一般很少拍，因为我觉得不太好。哦，有一些不建议，他自己做生意，他就随便你，反正。有时候我们那些这些华商结了婚的，哦，对，所以我一般都不看那个叫啥。没讲过啊。结了婚我就很少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影响不好。有时候像我们文案有的华商卖弄那个2口子搞矛盾。就是个。
少，这边就转过来了。让我一来，就五一都不出去玩了，我觉得出去还是比较少，也不知道去哪玩，就是天气也不好。他出国了吧？没看到他呢，我以为是他，不是。哦，戴口罩，对，黑色的啊，对，就第二圈。这人来了不是很多哎。哇，勇儿这个衣服好鲜艳啊！慢点。啊不。两个。最好的吧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反正都差不多吧。颜色一般好像是深的那种，饲料的那种，金黄色的那种之类的，它一般都可以刷完现在。
所以下雨了，等会儿我要伞，我伞带了的，应该不会下很大哦。下雨了，哎，越下越大。这还有哪？还有中间，还老头子，老头子。中式的，这个是中式的粉丝，中式的不老虎。中式的，这儿一个嘛，今天什么营啊？全不说。我来请了1年了。哦，去年我就批了呀。对啊，你是4月30号我都批了的。对啊，刚刚交了1年嘛。我去年都回忆都有啊，里面都视频都有。刚刚一年的话，不是我抖音上面发了那个去年的1年。我以前穿的那个德国的，你之前穿的都可以带那个白色的，我都拍了的。我都记录有以前，你那天5月1号，还有那天刚刚是公园他们在那一天5月1号，下大了，我伞带的，哎没事，反正他们都穿。哎呀，行了，老板等一下啊，把伞举起来。哦好，走了，都去，哎呦，拜拜了，我带了伞呢，我带了伞呢，全部走了，好拜拜，多来嘛，反正就在二圈外去了，在外面跳也可以啊，好吧？我有时间，但是我不来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老板，准备走喽，就撤了算了，没啥拍的了。下雨了嘛，哎呀，看他们能坚持多久。这个天气吧一点都不准，说了3点钟下雨，这个时候就下雨了。我伞都早准备好了。没事，一般他们要跳的话，能够坚持一会儿就坚持跳吧。他们越跳越兴奋那种。相机打4万，我反正不存在，应该防水的相机不存在。我给你带了一条，还没献给你，在包里。哎呀，老板，我不好意思吧？没把那个拿在我不好抱啊。只要是一整，马上就下了就最好。这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，说23点下雨，现在9点多8点多就开始下。昨天我没带雨伞，不然带雨伞的话就没有下好大，哎，应该慢慢停了就最好。下一区一样的。下一区一样的都知道，还都知道这些。
作业。哎，没怎么下来，要停了感觉。这种雨最讨厌了，昨天晚上也是下的那么毛雨，所以我现在出门车上甩个两把伞吧。那个透明的伞我给他们了，哎，我给谁了那个晚上？哦，那个给那个首朗、九美还有那个梅朵朵了。那天晚上从那个雅安那边回来之后下雨吧，我就给他们了。我是说我3把伞都不在了。
可乐吧，不跳了吗？不跳了吧？又下人不到，都没有减小，没有减小的意思，就一直在下，收了。要上场喽！上场了。下雨了，早点回去哦。不要淋感冒了。不感冒，我怕这衣服染红，完了都成红色的。赶紧，就这哦，不打了，谢谢。你在哪住啊？赶紧回，就是赶紧回。哦，赶紧回看一个。他是来几天了？我今天看吧，这没办法了，只有回去了。哎，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上海的。哦。对的，眼睛干净那么硬，我经常看你的视频。你们今天到的吗？我一个人说去买个我的啊，这个不知道，很少。这个啥？我说直播的是。哦，对，你们正好追得到。可以。钓鱼伞。钓鱼用那个。就是钓鱼。哦，钓鱼伞。哦，可以。你买个大的。哦。那个就已经是。哦，好的，搞一个。但一般下大的话，他们一般都收了，都不会跳了，是吧？我相机一般保证，我不喜欢淋雨。哦，我那个管他的。他们有的无所谓。这个水插的没有是一般放水的。是嘛？有不进去，但水插。对，就是。好了，就回家了，没什么排队了。下雨他们也不会跳第二场了。明天我跟他说嘛，明天后天来不来我不知道。这几天都要下雨啊，这几天都要下雨。星期六就不下雨了，星期六就好一点。星期六就好一些。现在星期几嘛？现在星期三。现在星期三。放线跟那个垫子呢，带种，放线跟那个洞带子嘛这个，放线的垫，放的嘛这个垫，嘛整。哦，回去我微信跟他说，应该有点恼火，应该这几天有可能说话有点恼火，就是这几天今天星期三嘛，明天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应该可以送，星期六。哦，杨旭应该随时可以，主要永吉太忙了，因为只要杨旭一般没问题啊，朵儿应该也没问题，主要是最好是星期六吧，星期六送吧，这几天都有雨啊。哎，雨停了，继续啊。雨停了，什么意思呀？雨停了。刚才讲这个2分钟就老板，给他的。电瓶啊，2个没钱了。雨停了也不会跳了，像毛毛雨，就是像毛毛雨。有，哦，加没学过的。这边你看那边夜景光线。相机重要。好，拜拜。哎，我也走了，回去了，没什么拍的了。他们那。英卓也在，肯定把雍正上。雍正肯定要上来噻，我们3个，3缺1了，是不是？
们要上来。他们3个一起跳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应该要上来了。嗯。应该要上来，因为这没看到人呢。我叫他喊他姐姐上来。这样跑不是路边的吗？应该有可能是吧。拉布娃来了。5楼啊，我们在上5楼。没去，他现在刚刚上去，我们在5楼刚刚进去。我可以参加吗？好像可以。我可以参加吗？我说他没啥子，没有在那个。他的话，我的话。他在那儿楼上。你把这关了。5楼还有个5楼啊！他还有5楼。就是不晓得我没上去过。喊你。哦，进去。哦，你的房啊。哎，因为有问题，中风了。哦，你说去那个30万峡，没有时间的嘛？那你们都有时间呢？在那个。好像在网上看过。我不知道在哪。我还说看来你有好点。完整。新开的。故意的是吧？不是。那个早女的吧，到处有。有吧嘛？都是这样，宣传标语都差不多。再一回是都要听大家说的。
国好声音》哦，中国好声音他参加过，他跟赵薇一起。他没出名，他出名了，别人赵雷出名，他没出名。天，不是，因为赵薇当时。
小龙。我觉得现在直播效果可以，没必要。你那个投入太多了，你高清，哦，晓得啊。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嘛，我觉得没必要嘛。那太专业真的。现在你本来那个人气的可有没必要，没得必要投入那些。但是你跟外面去一样的直播，这个场地那边跟跳舞一样的，还是设计出来的。想过吃。这个玫瑰能没做好这个动作。咱们按键那个电脑就不要踩。啊，对，所以不能用电脑去不去那个相机，你采集卡也可以，要下载嘛，你当然用采集卡的也要好一点点，要专业一点点，其实差不多。你你这儿放开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在放出来。但是你那个推到那个抖音上面，推起来的上面特别宽大。你一般输出是要080P，那你抖音上面最高有720P，就是看起来画面很舒服。但是你不通过采集卡一样起来效果也很好。只想泡嘛，本来采集卡也不贵，而专门有那种做直播专门点击数码广场那种卖，他说1000块钱一套嘛，采集卡嘛还分牌子嘛。是想的是不错的，不错。震了，啊？震了，你感觉到没有？一点点。肯定地震了。
安逸了。你看，我们那个环球华人，我觉得进车只有306，看这边好漂亮。哎呀，你晓得？感觉没有？刚才地震了，有点走一次好吗？绝对在地震刚才。我感觉行不行？行了可以啊。